来看在地消息，屏东的冠民公园囡仔咧耍的游戏区，昨说是有一个查甫伫遐烫巴体，甲囡仔卡来手来。个警方是已经锁定监视器，锁定查甫人的身份，地检署正在侦办当中。民众气噗噗来到楚留龙的头前，质问队内底出来的中年男性，因为这个查甫拄啊疑似无穿衫，佮请互一个耍楚留龙的查某囡仔。事发伫屏东冠民公园的欢乐场楚留龙，防指控的查甫讲伊找到迄天伫顶悬休困，因为空间查某囡仔要过才会杀伊，但家长并无相信这个讲法，嘛质疑保全反应伤慢，无马上报警，互这个查甫离开。还有一个头遐，他躲在那里，我们看不到，平常都有在巡逻。保全强调，平常时拢有定期巡逻，但部分死角较歹注意到，常常有囡仔来耍的公园煞出现安尼的代志，嘛，互其他的家长真烦恼。这个地方都是小孩子在玩的地方，那我觉得保全的注意力要非常强。对，那因为当然家长自己也有责任。接获民众报案，立即派员前往处理，并通知人员到场采证，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。目前已掌握涉嫌人身份。监视画面内底防指控称误的查甫赶紧离开公园。警方表示已经确认涉嫌人的身份，并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，卖加强公园的巡逻，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柯正准屏东报道。